多谢嘉莹来看另外一个社会新闻。9月选举投票时间是愈来愈逼近，台南市的警方为了防止选举的赌盘影响到选情，破一间大型六合彩的签盘站。警方表示讲，这个组仔头、组仔卡分工真有，传真机接入排机了，会随输入电脑了，再搁发送。一个月签牌金额有5500多万，因为是最近南部地区所破上大间的六合彩站。 民警进入民家厝控制现场，查到5位嫌犯查到新台票9万外，还有犯罪用的传真机、电脑、手机和银行假金铺等等相关的证物。但警方进前查到天九牌职业赌场，经过扩大追查，发现一位嫌犯，还有伫别个所在经营六合彩职业签牌站，搜证了后，嘛去现场抓人。经查1个月内的赌金往来高达5500多万。 全然依赌博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。这个签牌站的分工真有路，签牌手法是员工先对传真机才收牌啊，随拍入去电脑了后才送出去。签牌金额真大，一个月出入金额有5500万，是最近台南地区查到标本上大六合彩签牌站。为了维护选前治安，使9合1选举顺利进行。 因为选举伫要到啊，为着避免不法分子开选举搅盘影响选情，警方嘛尽全力来严防。另外，敢有搅盘是针对最近选情较激烈的中北部内陆，警方嘛当咧深入追查当中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